收到咗你嘅指示，而家處理進度係後勤處理當中嘅。哦，咁超過幾多個額，你哋會即係比較時間會耐啲啊？喂，喺度，咁佢呢個有冇特講翻有個銀碼，有個額喺大額，佢就即係總之超過可能1萬蚊美金啊？有機會係因為我哋睇唔到佢，即係佢嗰個處理嘅嗰個程序咁樣樣嘅。哦，咁大概需要幾耐時間啊？其實呢個因為佢係行去匯豐嘅話係行出市嘅，咁佢一般快嘅話咧，咁就當日就完成啦。如果有啲慢嘅話，可能就1到4個工作日咁樣嘅。一般都一當日或者最遲一般就當日嘅，係不過都睇翻處理進度，再匯豐嗰邊接收嘅進度嘅。OK，咁另外我想問下咧，即係如果轉外幣咧，就係咪只可以美金、人民幣、歐羅先至係免費？即係譬如話我轉去匯豐啊？唔係，而家更新咗啦。你更新咗，只要係恒生有嘅貨幣轉出去啦，咁恒生呢邊都唔收錢噶啦，即係轉翻俾本港銀行。哦，咁就即係你意思，如果我喺恒生本身嘅戶口有外幣，咁就轉任何一種外幣去本地嘅香港銀行，都恒生呢邊都唔收費嘅。係嘅，冇錯。咁但係對方收唔收費就即係就唔知啦。問翻對方啦。OK。係啦。咁另外咧，就係我頭先試過喺恒生嘅網上銀行嗰度咧，即係 PC 端嗰度咧，見唔到有轉美金嗰個即係成個程序啊，即係佢唔即係咪只可以喺手機銀行嗰度轉外幣啊？電腦 PCB 嗰度都可以做，但係咧佢因為畢竟係行出市，佢要揀翻用海外轉賬呢個位置轉嘅，但同樣都係恒生唔會收轉賬費用嘅。但頁面方面要揀翻海外轉賬。PC 端就要揀海外轉賬。係冇錯。咁變咗海外轉賬，咪又要經中轉行同埋涉及相關嘅費用咯？唔會，因為我哋會行出市噶嘛，美金嘅話，所以雖然係揀海外轉賬，但係佢哋都係恒生呢邊都係唔收錢。但係如果本港嘅 Chase 只接受美金、人民幣同埋歐羅噶嘛，咁至於其他外幣咁，即係都唔收錢。即係行嘅渠道唔一樣，佢哋行換本渠道，但係都係唔收錢嘅。OK，即係如果 PC 端操作就一定要揀呢個海外轉賬先得，但係就係啦，冇錯，唔收費用嘅恒生呢邊。唔收費係啦，佢哋行嘅渠道唔一樣，但唔影響嘅，都係可以照換嘅。咁另外咧，我想問下，即係定期到期，即係譬如話外幣嘅定期到期之後咧，咁就如果我轉出去匯豐，再轉入嚟，當唔當新資金啊？可以嘅，但係要隔15日轉，因為我哋新資金嘅嗰個計算方式，就今日你嘅呢個貨幣，即係譬如今日嘅美金結餘啦，會同15日前你嘅美金結餘去做翻個對比嘅，咁減翻你用咗嘅部分啦，咁所以剩低嗰啲先係你新資金。即係假設你一筆錢轉咗出去，你又想做新資金嘅，咁隔15日再轉翻入嚟先得。OK。咁另外咧，我想問下，如果恒生買嗰個股票咧，即係而家嗰個收費係網上有冇嗰個收費單張嗰度有冇寫㗎？有寫嘅，我哋嗰度有個係等等下，有個收費表嘅，佢有將恒生所有嘅收費表全部上面都有寫。不過如果我呢邊，因為我呢邊未有資料，如果具體關於嗰個股票嘅一啲手續費，要轉去股票部組嗰邊先查詢到啦。OK，咁啊，最後一個問題咧，即係如果經 Chase 咧，咁就係嗰個你哋轉出同埋轉入都唔收任何費用㗎係嘛？恒生係冇錯，恒生轉出嘅話，轉俾本港唔收費啦。咁如果係其他銀行轉外幣俾恒生入賬嘅話，係唔收錢嘅。
咁即係如果咁樣唔收費，係咪一定要？譬如話我出邊銀行，譬如話其他嘅中小銀行，譬如話大眾咁講啦，係咪一定要揀經 Chase 嘅通道入嚟恒生先唔收費啊？唔係恒生呢度入外幣入嚟係唔收錢嘅，匯款或者出市都係。哦，即係出去都唔收嘅。出去個本港唔收，如果你存在海外嘅話就要收噶啦。哦，但係之前恒生好似有個宣傳就話嗰個匯款去海外都唔收費用啊嘛。都有嘅，呢個我哋又有一個新嘅叫 Global Money， 但係嘅話唔係每一個貨幣或者每一個國家都支持咁樣。咁有啲咩貨幣係支持呢個 Global Money， 即係免費轉賬去海外啊？好，等下翻去睇一睇。有比較多嘅話，應該係澳紙啦、歐羅啦、英鎊啦、美金啊，呢啲都有嘅。哦，即係主要係呢四種貨幣。呢啲貨幣係啦。哦，咁譬如話有時加元有冇咧？加元要睇一睇先，你睇下睇。因為加元先做開計嘅簡單，因為佢舉個例子，要轉指定貨幣，例如轉澳紙去澳洲，咁就唔收錢嘅，轉翻當地貨幣就會唔收錢。咁係咪加元都係做嘅？咁係咪呢啲貨幣咧，即係澳元、英鎊、歐羅、美金、加元咧，咁啊要轉入去我當地嘅同名戶口先唔收錢啊？抑或係第三者都唔收錢嘅？第三者都唔收錢，即係我譬如轉英鎊去英國，咁就唔收錢嘅，但係轉美金去英國，咁就會收錢啦。哦，OK。咁譬如話我喺海外咧有個證券戶口，即係嗰個 First Trade 或者係 IBKR，即係盈透證券啦。咁就嗰個盈透唔係香港嘅盈透啊，即係譬如話英國嘅盈透。咁我喺恒生，譬如話轉美金入去呢個美國嘅 First Trade 呢間證券行，或者係英國嘅 IB，咁啊當然係轉即係當地嘅貨幣啊。咁啊，轉美金去美國嘅 First Trade，同埋轉英鎊去英國嘅 IB。咁即係恒生唔收費，佢證券行收唔收費就可能未必係嘛？係啦，麥間證券行嗰邊啊，又係啦。哦，但係都可以喺用 Global Money 呢個方法轉呢個嘅美金，或者係頭先你講嘅嗰幾隻外幣去嗰個當地嘅證券行嘅。係嘅，冇錯，轉翻當地貨幣俾當地國家咁樣。哦，但係我要攞到，即係如果轉去證券行，係咪佢有個咩 ABN，即係嗰啲通道嘅 number 就得噶啦？冇錯。咁我就喺譬如唔好意思，正講係。咁我就喺嗰個網上或者手機銀行咧 PC 端咧，就係用海外轉賬嘅形式，係嘛？跟住照輸入。呢個係啦，因為 Global Money 而家只支持係恒生 Mobile 先有呢個功能嘅。又係APP 先有。要收錢。OK。呢個就 APP 入啦。OK。